好，大家好，又係 Mirror Time 嘅時間。大家好，咁今集咧同大家就介紹下 Anson Lo 咧最新嘅一個專輯啦，亦都係首張嘅個人專輯啊，其實係啊。咁我相信成個係一個 project 嚟嘅。咁阿 Lo 咧1連5場嘅演唱會，亦都係配合住呢一個喺4號開始開賣嘅專輯啦。咁其實咧呢一個首先就喺 Mirror 嘅官網嗰度，同埋各大嘅唱片鋪嗰度賣啦。咁據聞咧都賣得非常之好嘅。咁一出咗咧，都大家都知道咧，即係一班神徒亦都係即係爭住去叫做訂購啦。咁因為本身正值就係啱啱就係開演唱會同埋出碟嗰段期間，亦都食正係嗰個即係災情啦。咁其實扣除咗一啲叫做門票嘅收益咧，都悉數捐去一啲本地嘅捐募平台，都支持災民。咁即係話其實一班神徒除咗買碟之外，亦都係做緊善事，幫緊啲災民。咁當然就係一件非常之有意義嘅事。咁再加埋就係配合翻1連5場嘅 Anson Lo 嘅 Kingdom 演唱會，咁我哋都有去睇啦。咁其實今集咧同大家講呢一個 album 嘅時間，其實我哋可以諗埋演唱會同大家一齊去分析下嘅。可以啊，因為其實演唱會同埋即係嘅佢個人嘅首次發布一個專輯嘅話，其實有8首歌咁多咧，都係同名嘅，都係叫 Kingdom 啦。咁其實 Kingdom 大家聯想到就係國度，就係嚟自 Anson Lo 自己嘅國度世界啦。咁所以咧8首歌嚟講咧，其實一睇嗰個歌單咧，嗱首先因為其中有4首歌其實已經係叫做派過台啦，亦都大家已經係即係有聽過㗎啦，咁啊另外有4首咧就係非派台歌，即係叫做 side track， 我哋即係叫 side track 嘅啫。咁但係佢冇上過未 pub 嘅啫，咁你唔知嘅，因為將來嘅嘢就 unknown 㗎啦。咁啊同埋都幾多個亮點喺同一隻專輯呢8首歌裏邊。因為首先其實第一樣嘢就係Anson Lo 係咪已經係開始成咗佢自己嘅形制？佢本身咧好多嘅歌咧，嗰個嘅歌名都係用英文名嚟做設定啊。呢個就係佢個人嗰個特色嚟，我覺得。咁我諗無論係跳唱又好，多數啲慢歌就用中文歌啦。咁其實英文歌佢啲跳唱節奏感強勁嘅歌咧，好多時咧都係用英文名。英文名啦，亦都講緊咧呢個英文名就係嗰首歌嗰個嘅即係特色 keywords 啊，簡單嚟講係啊，冇錯。咁係幾鮮明嘅呢樣嘅手法，都係佢嘅個人嘅特色嚟㗎。我發覺你睇佢歌單，好似 Kingdom 呢首歌嗰個文案都寫住啦。其實 Kingdom 唔單止係一個國度，更加係一種追求，從古至今通向未來，係時間嘅洪流裏邊咧，呢一份追求從未停歇。於時光之中，每一個夢想都因為呢一份渴望而彼此相連。我諗其實佢成個 project 成隻碟裏邊嗰個概念都同 Kingdom 呢一個字，即係 Anson Lo 佢嘅音樂世界，其實就帶咗大家去咗呢個國度裏邊。佢呈現到咧嗰8首歌，我又覺得幾深深地，因為順序咁聽嘅時候咧，咁你會發覺喺佢喺個第一個個人專輯裏邊咧，其實佢基本上都已經滿足晒所有嘅樂迷對佢嗰個期望值，又或者希望喺佢隻碟裏邊攞到啲乜嘢翻嚟。首先你一啲嘅即係會係洗腦嘅歌曲啦，一啲嘅跳唱歌啦，亦都講緊，亦都有佢即係叫你都有今日啦，我好中意呢首歌啦。咁另外就係即係送俾自己 fans 嘅歌啦，甚至乎佢自己一啲嘅即係演唱會嘅主打嘅主題歌曲啦。咁同埋都係我覺得個 bonus 就係佢終於有一首佢全英文嘅歌啦。咁亦都係佢自己填詞添，因為佢一貫佢自己會親自寫 rap 嘅，自己 rap 翻嘅。咁但係即係佢成首歌自己填詞，咁亦都係佢嘅創作嘅第一次啦。係啊，咁大家都知道今年佢 pub 嘅歌當中，喺個大碟當中其實都呈現晒。首先就有4首歌，大家都聽慣聽熟，亦都成績非常之好啦。包括咗即係年頭嘅呢個 track list 裏邊第一首嘅就係 Heartbreaker 啦，跟住而家第2首就 Lemonade 啦，咁亦都係啱啱公佈咗，叱咤打入最後嘅我最喜愛的歌曲嘅5強，咁恭喜阿 Lo 啦。咁亦都有頭先你講過，即係你都有今日啦，都好係阿 Dear Jane 阿珍為佢度身訂做，好有即係阿 Jane 嘅Dear Jane 嘅個人風格嘅一首歌。咁其實亦都係我哋好中意嘅一首歌啦。咁另外就喺演唱會當中，其中非常之點題嘅就係 Gimme Gimme 啦。咁其實除此之外嗰幾首歌，包括咗好似 Look Boy 啊、Take That 啊、Turning Up 啊，同埋我哋之前伴侶喺個演唱會裏邊都成為一個幾好嘅打歌平台。如果你睇個演唱會裏邊，你會發現哇，呢首歌其實都幾首唱啊嘛，係亦由阿 Lo 親自演繹啦。咁甚至乎喺我哋睇尾場佢 encore 嘅環節，基本上呢幾首歌都可以話係唔止一次咁樣唱2次添，係有個別嘅歌。咁令我幾深刻嘅，即係尤其是一啲大家冇聽過嘅歌咧，喺呢
個演唱會裏邊，佢親自演繹俾大家聽咧，令到大家好想快啲聽佢大碟。一個成功宣傳嘅手法啊！呢個係啊，冇錯啦，都幾唔錯。咁啊，講翻隻碟啦，其實就係有 A、B 版嘅雙封面設計啦，咁亦都有CD 一隻啦，裏面有個相簿一本啦，咁亦都有歌詞簿啦、貼紙一套5張啦、小卡一套2張，有分 A、B 版同埋呢個摺疊海報，加埋一套2張嘅 A、B 版，其實真係幾靚，真係正嘅。基本上好似買嗰一份嘅禮物咁啊！依家基本上咧，依家嚟人聽歌，你係會係串流平台啦，即係你用你嘅方法聽歌還聽歌，但係你買 CD 就唔單止聽歌一個嘅目的啦，佢隱藏咗或者叫做包含咗好多嘅象徵意義，即係對嗰個人嘅喜愛度啦，亦都講緊好想去收藏佢嘅嘢啦，同埋成為一個紀念品啦，同埋一個嘅參與佢一個嘅音樂世界嘅階段裏邊嘅，好似一個嘅 connection 咁樣啊。係啊，因為隻碟咧就喺12月4號開始就喺 MIRROR 嘅官方網站啊、CD Warehouse 啊、通利琴行等等嘅地方都有得訂購，咁據聞都賣得幾好，都係啊，因為我有八卦上過個 CD Warehouse。喂，已售完嘅3隻字，大隻。咁即係相信一班神徒就唔使講，肯定就個個都最少擁有一隻㗎啦。咁儘管成隻碟成隻由第一首歌去到第8首咁聽翻之後咧，咁配合埋個演唱會，我覺得成件事係好一致嘅。咁因為佢個演唱會主題同埋隻大碟嘅主題都係同一樣，都係 Kingdom。咁再加埋有幾首嗱，已經大家耳熟能詳嗰4首我哋唔講啦。咁我哋講下嗰4首新歌啦。咁喺演唱會當中聽咗呢幾首新歌當中，我自己最深印象嘅咧就係我的支持型伴侶，因為呢首歌阿 Lo 亦都喺演唱會度都幾點題話俾大家知，呢首歌就係送俾神徒。係。冇錯，咁一首非常之冧，亦都係好搶耳嘅一首歌啦。咁我好想去 pub 㗎，我唔知嚟緊會唔會 pub 呢首歌啦。其實呢首歌真係係啦，即係你覺得今年咧，即係唔好講阿 Lo 啦，咁其他啲人，我覺得其實如果一個嘅即係歌手，佢係應該有首歌同自己嘅歌迷咧，或者自己嘅樂迷咧喜歡嘅自己嘅人咧，而家有一首歌係一個嘅。即係好似一個嘅愛嘅聯繫咁啊！我覺得呢首歌係繼不可愛教主之後嘅另外一首冇錯神徒嘅主題曲啦，同阿 Lo 之間嘅歌咁樣好開心喎！佢哋自己嘅氛圍裏邊嘅歌，咁啊我覺得嗱，呢啲係難度高嘅，因為作為一個流行歌嘅話，即係我哋一個廣東樂壇，呢首歌你又要有個嘅意思啦，你又要好聽啦，又唔係你哋一班嘅樂迷自己聽咁簡單。係啊，咁你換句話講咧，你本身你都幾考牌嘅一個嘅創作作品嚟嘅。咁所以如果佢真係有一天即係或者佢未來即係可以喺個即刻樂壇裏邊即係入到20大嘅話咧，我覺得其實都係一個幾欣喜啦。因為其實呢首歌都幾易入口，同埋都幾易容易覺得好唱。之前我做節目都講過好多次，即係我就特別中意 Anson Lo 嘅慢歌嘅，咁可能同大家口味，係我哋杯茶，可能同大家。好多神徒嘅口味未必一樣啦，我就特別鍾情阿 Lo 嘅慢歌嘅，即係我諗呢首除咗繼你都有今日之後，另外一首我非常之中意嘅阿 Lo 嘅慢歌啦。咁至於快歌喺演唱會裏邊聽埋隻碟咧，我自己好中意 Loop Boy 嘅。咁喺個 show 裏邊睇你。特別覺得震撼，加埋佢嘅舞技啦，很有態度嗬。係啊，其實佢唱啲比較型嘅歌咧，或者即係比較我覺得男人味重啲嘅，即係 heavy 啲嘅歌，其實佢都應該carry 到嘅。佢再加埋佢自己本身啲詞啊，佢自己啦。其實即係嗱，有啲人咧就講緊唱作人咧個定義就係本身佢識寫歌。但係咧，其實亦都唔可以抹殺咧唱作人其實某部分嘅創作定義咧。如果佢嘅詞或者佢叫 rap 詞係佢自己去親自去操刀嘅話咧，呢個其實呢個功能性我哋都唔可以去忽略咯。咁阿 Lo 其實一路都貫徹，其實佢自己都幾多嘅作品咧都有參與性，但係當然佢係一個寫詞或者寫 rap 詞嘅為主啦。咁啊今次如果講緊其實佢嘅參與度咧，見到都叫唔少啦。咁啊再加埋我覺得其實都係一個賣點嚟嘅特色。就終於有一首歌，其實香港嘅歌手冇話真係男同女都好啦，其實真係可以出到面世一首嘅，即係非廣東話嘅作品，其實都難度高。因為通常大家理解就係可能係一首嘅國語歌、華語歌，咁但係嘅其他嘅語言嘅話，咁其實佢都叫做終於交到一個嘅功課出嚟。同埋就你話阿 Lo 好多時佢嘅跳唱歌啊，好似呢隻大碟裏邊都跳唱歌都佔咗一半以上。一半啦。咁我諗其實你會見到，尤其是我特別欣賞佢嘅 rap 詞，因為其實咧見到往往咧阿盧瀚霆佢填佢自己嘅作品裏邊嘅 rap 詞咧，你會見到一種乜嘢咧？就係一種態度。
即係佢對於呢個世諗法咯，係界，咯，對於係啦，即係佢對於佢每首歌或者嗰個主題嘅理解，其實喺 rap 詞度隱隱然你會感覺到一啲佢自己嘅內心世界，甚至乎佢對於呢個世界嘅一啲睇法。咁係一個好有態度嘅人。咁作為一個跳唱者，唔係淨係你好冇靈嘅話，人填首歌俾你，或者寫首歌俾你，就係咁跳，完全冇。我諗其實你留意住，尤其是睇完演唱會，你更加明白佢喺個舞蹈嘅編排，本身佢係一個跳舞好叻嘅人啦，係一個好出色嘅舞者之餘咧，其實佢配合佢自己填嘅 rap 詞咧，佢每一首歌雖然都係跳唱歌，但你見到佢嘅舞蹈嘅編排，其實同佢嘅 rap 詞係好有關係。同埋都幾有難度嘅，即係咧你冇去睇少翻，即係填詞呢個部分咯。可能即係有陣時作為一個嘅，即係睇一份嘅創作咧，可能往往被忽略嘅。大家其實講緊啊呢首歌邊個作嘅，邊個寫嘅係咪？咁佢自己當然啦，佢個暫時個範圍嘅或者佢自己只可以去照顧到就係佢自己嘅作品啦。係啊，咁啊，但係呢樣嘢嘅話，佢一路佢唔係講緊佢第一次寫，佢一路都係咁多年以嚟佢自己嘅單曲裏邊，絕大部分都係佢自己嘅作品，呢個就係個餡咯。即係我覺得呢個人嘅時間，其實作為一個嘅全能嘅藝人嘅話，有陣時你要去專注管理自己點樣去演出啦，你喺個嘅聲線裏邊嘅運用，又或者點樣去舞台去點樣調演繹，又或者跳舞跳得幾叻都好。咁但係另一個部分就係佢自己嘅內涵啦。咁啊有啲人係會係個音樂造詣好好，咁佢音樂其實講緊佢都識彈琴嘅，不過佢一路都冇去即係將呢件事去宣揚。咁但係佢係用寫呢個方法嘅話咧，即係我覺得文字向嘅都係一個嘅佢自己嘅取向咯。咁我覺得難㗎，因為又係一樣嘢啦。跳唱嘅作品裏邊咧，好容易去流於嘅話，就流於簡單嚟講就係又係咁咯。即係又係咁咯，都係咁樣跳㗎啦。咁但係你啲橋就係講緊你要諗啲橋，或者有啲新嘅角度嘅橋嘅話，咁其實你100個跳唱歌，其實都有100種嘅呈現方法。咁其實有陣時就呢度就係一個難度咯。咁但係今次你見到佢嘅參與度就喺個填詞嗰個部分咯。咁啊就我覺得今次。尤其是大家無論你有冇入去現場聽到阿 Low 呢一個咁精彩嘅演唱會啊，甚至乎你睇啲 fans cam 啊，或者見到啲fans 啊，將佢呢隻大碟裏邊尤其是新歌嘅部分擺翻出嚟，我相信其實都幾吸引大家去買隻碟嘅。咁我認為今次喺呢一個推廣方面咧，其實係成功嘅。咁而今次阿 Low 佢呢隻大碟嘅普及度，我認為亦都唔淨止係神徒。如果你係一個街客或者普通樂迷，你聽完佢呢幾首新歌嘅話，我相信都有一定嘅吸引力啦。再加埋其實隻碟出咗之後，大家都見到啦，因為遇着啱啱呢段時間就係呢一個宏福苑嘅災情啦。咁其實扣除咗嗰啲嘅成本啦，演唱會嘅第一場嘅盈利，亦都加埋個專輯嘅盈利咧，都會全數捐喺本地嘅募捐平台。以係支持嗰啲災民，咁其實我覺得喺呢隻碟，你除咗支持 Anson Lo，除咗係神徒之外，一方面買碟，另外一方面亦都係做善事，我覺得其實好有意義嘅一件事。同埋咧，有陣時咧，你講緊一個歌手裏邊咧，嗰個風格走向咧，其實聽日碟咧8首歌，其實佢有講唔同面貌。同埋咧 Anson Lo 其實佢你開始咧聽佢啲單曲咧，佢好少佢有嗰啲佢鎖定合作無間嘅。叫做音樂單位，其實佢都幾用於同唔同嘅界別嘅人咧，去有啲嘅 crossover。所以其實你一見到佢八首歌裏邊咧，冇話真係側重於某一兩個嘅音樂人咧，係一路合作落去嘅。咁其實呢個都係一個嘅幾，我覺得有時支持樂壇或者有好唔同嘅方法啦。有陣時要同唔同嘅人合作，又或者無論係提攜又好，或者想欣賞都好咧。咁其實呢個碟就叫做集大成咯。我覺得。即係碟都幾大氣，咁啊始終你作為一個即係全能嘅音樂人，同唔同嘅單位合作，可以俾到大家唔同嘅新鮮感同埋火花啦。咁呢隻碟，我覺得8首歌都係精彩嘅。咁啊當然啦，聽到你做節目嘅朋友，或尤其是一班神徒，8隻碟8首歌裏邊呢隻碟到底你最中意邊首咧？都可以留言同大家分享下嘅。咁我同大家講咗，我就最中意呢一首送俾神徒嘅《我的支持型伴侶》啦。唔知大家又點睇啦？冇錯啦。咁啊，大家都可以留言啦。我自己本身啊，你都有今日都係我嘅榜首嚟嘅，係啊。咁啊，所以冠軍歌都係實至名歸，呢首歌係。好，咁啊，今集咧同大家介紹 Anson Lo 嘅 album Kingdom 就講到呢一度啦。咁大家可以留言講下你嘅睇法。咁下集我哋再揾其他話題同大家 be what time。下集再見，拜拜。